嗱，香港差佬咧就黑暗醜惡嘅。今日咧大家就嚟睇睇啦，呢個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啊，喺2010年6月24號啊。嗱，你睇下呢度呢條行人路咧就好窄噶，咁啊平時行人熙來攘往，非常之繁忙噶。咁咧你睇下呢架電單車啦，就係交通差噶 AM8345啊，你睇下佢。竟然揸咗上去呢個行人路嗰度啊，佢仲要壓咗條行人路啊，就1/3咁多啊，搞到啲市民冇路可行啊！你係咪有特權？你係咪大撚晒？喂，呢個司機有冇搞錯啊？係咪唔識字噶？揸個電單車上行人路有冇搞錯啊？咁嗱，現在時間呢，就係13點50分啊！嗱，我而家同佢計時啊，去到14點49啊，成粒鐘啊，都冇咖啡仔嚟抄牌噶。如果我哋市民揸個電單車上行人路，唔使3分鐘啊，嗰啲咖啡仔啲冚家產差佬冚唪唥走晒上嚟，牛肉乾乜柒都嚟啊！點解佢唔使抄牌噶？佢係咪有特權啊？點解個唔公道？點解佢有特權？現在時間就14點49。咁有市民呢，就不值其所為啊，就打電話向有關當局投訴啊。咁直至到15點02分呢，就有一個交通警員到嚟啦。咁佢睇下，打咗幾個電話之後呢，但係竟然冇辦法揾到個司機喎。個司機不知所蹤啊，唔知去拆咗邊度啊。咁15點03分呢，卒之啲咖啡仔咧就嚟抄牌啦。你睇下幾肉酸啊，幾撚醜惡啦！交通差俾人抄牌千古奇聞見都未見過啊！大快人心係咪肉酸聞所未聞根據呢個香港道路交通管制規例第374支第41條係嚴禁電單車行人路上面行駛噶。仲有根據運輸處嘅道路使用者守則第7章電單車駕駛人須知係嚴禁行人路、行人專用道路、行人徑上面不可以駕駛電單車噶。根據呢個警察通例第18章第13條A 嗰度規定任何警察司機都係要遵守道路交通條例同埋呢個道路使用者守則噶。根據F4嗰度規定警察電單車係要停喺適當嘅地方不致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不便或障礙第13條 B 規定駕駛警車時要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而家呢就15點16分，差人咖啡仔冚唪唥走 Q 晒啦，直至到15點30分呢個電單車仲係等喺度仲未揸走足足停咗個半鐘頭320蚊停個半鐘頭，乜撚都抵翻啦！你哋咁嘅冚家產罰佢320，便宜咗佢知法犯法欺壓魚肉老百姓特權思想泛濫呢啲冚家產應該燉佢冬菇，掟佢新界守水塘啱噶啦！你係咪有特權？你係咪大撚晒？你係咪有特權？你係咪有大撚晒？你係咪大撚晒？你係咪大撚晒？你係咪大撚晒？喂，呢個司機有冇搞錯係咪唔識字噶？揸個電單車上行人路有冇搞錯喂，呢個司機有冇搞錯有冇搞錯唔識字噶？唔識字噶？揸個電單車上行人路有冇搞錯有冇搞錯有冇搞錯